后来继续来看台北市的疫情连环壁。这个北台湾上届大场的家禽批发市场、宽南市场，为5月25到昨为止，已经有22个摊商来确诊。今仔日市场也是照常来营业，但是也有2成的摊商无来做快筛。台北市议员柯淑华讲，这个环南市场甲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徛真晚，恐惊会将做另外一个防疫的破坑，建议应该爱强制来做快筛。也若无哦，恐惊真无简单，才控制疫情会阁亮起来。我们这几个都没有筛啊，那这个也没有筛啦，我们也没有啦，又没有筛到啊。有报名的也没有办法筛。所以说，真的是没有地方让我们筛。对，那机动队来2天就走了。休4天，我们休4天他来的啊，那休4天谁在这里啊？对。大家拢会烦恼，台北上届大间的家禽批发市场、宽南市场发生22人确诊。虽然讲有确诊的摊商有休市，其他免记的摊商是人叫来的肉叫卖，都惊讲会出代志，因为台北市政府机动快筛队来2天尔就撤退啊。宽南市场有1060个摊商，也有2成也未快筛。有报名的怎么办？那这我们自己想办法。没有，我这边没有，关大那边也没有。明明快筛拢有报名，验过呢是要安心做生理安全，袂使无顾。其实台北市在于这个疫调跟所有的做这个防疫的工作上，已经完全失能。就算宽南市场逐天早起甲下晡拢消毒，确诊甲隔离的摊商必须爱 PCR 阴性，才会使恢复营业。其他摊商有缘会烦恼。快筛阴性马上打疫苗，这样子才有效。像我们这样子筛一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怕啊。客人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说他有没有得啊。讲到重点了，今天筛过，明天再被感染，还不是一样？这是无症状感染，是比较难处理的事情呢。所以像我们华南市场，我们现在华南市场就是市政府现在昨天已经通知我们说，这个礼拜要全面施打疫苗。农产市场啦，或者公司啦。这些地方都要加强筛检，那一旦有人感染，要赶快把它诊断出来，然后把它隔离掉。无希望讲变成后一个重灾区，摊商希望讲比较北农拢总做预防社，干那靠这张快筛证明，无人敢保证。这张不是妈祖啊，还是玉皇大帝啊？不是啊。